主后2025年2月初7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起来行。圣经咱做来听读《民数记》第10章10到36节。第2年2月20，云对藏约柜的会幕升悬，以色列人就照因的行程，对西奈的旷野出发，云停伫巴兰的旷野。这是因照上主予摩西的命令，第一遍起停。犹太支族的大旗做头前，部队一队接一队向前行。犹太支族部队的统领是阿米纳达的囝拿顺。以萨迦支族部队的统领是苏亚的囝拿坦业。西布伦支族部队的统领是希伦的囝以利亚。会幕就拆起来，吉顺甲米拉利的子孙跟会幕出发。照部队的顺序，线接出发的是路边支族的大旗，部队的统领是丢尼的囝以利属。西面支族部队的统领是苏利沙代的囝是罗密。迦得支族部队的统领是丢尼的囝以利亚撒。各宗族跟圣所内面的圣物去行，会幕就伫因到位以前搭好。照部队的顺序，线接出发的是以法莲支族的大旗，部队的统领是阿米弗的囝以利沙玛。马西支族部队的统领是比来属的囝加玛列。便雅悯支族部队的统领是基多尼的囝阿比但。最后是但支族的大旗带队，照部队的顺序，阿米沙代的囝阿伊以谢做但支族的统领。阿瑟支族部队的统领是俄兰的囝帕结。拿弗他利支族部队的统领是以兰的囝阿希拉。以上是以色列人部队接部队向前行的顺序。摩西对伊个丈人米甸人流尼的囝何巴讲：阮要上上主应允要赏赐阮的地，请你甲阮做伙来去，阮会好款待你。上主已经应允赐福予以色列人。伊应讲：我毋去，我要倒去我的故乡，我的亲族遐。摩西讲：请你毋通放杀阮，你知，阮着伫旷野找所在扎营，你会当甲阮指导。你若甲阮做伙去，上主赐阮的福气，阮一定拢会甲你分享。因离开上主的山，出来行3日的路程。上主的约柜伫头前行3日的路程，甲因找休困的所在。因拆因的布边出发，日是上主的魂伫因的顶面。约柜起停的时，摩西就讲：上主啊，求你起来，愿你赶散你的对敌，愿怨恨你的人伫你的面前逃走。约柜停的时，摩西就讲：上主啊，求你倒来，带伫以色列千千万万的人中间。起来行。上主差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苦海，借着摩西彰显出奇妙能力。以色列人虽然感觉惊奇，却也一直对上主心怀怀疑。其实，
这是人性的正常反应。伫经历可怕的10个灾难以后，有偌济以色列人准备好要迈向下一个未知的道路咧。假使咱无清楚认知以色列人是安怎的状况下必须离开埃及和启程，那安尼咱也会学得理解因启程以后为甚物会遐尼无知。启程从来就毋是一个容易的决定，尤其是对内心矛盾的以色列群众来讲。伫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，一路上的坎坷和纷争所带来的内耗，互所有的人拢担尽苦头。爬袂掉的焦虑，互以色列人启程以后的路途变甲搁较艰难。以色列群体的内在关系既然无理想，以后发生一连串的背逆反抗事件，实在是通预见的。当当时，上帝指派摩西做因的领袖，若像是用伊一个人的顺服来对比整个以色列群体的陪伴，用伊一个人的无私对比以色列群体的自私，用伊的谦卑来对比整个以色列的自大。伫一连串的对比中，显示出摩西的存在，若像是以色列人成功进入迦南地的重要因素。啥人会当想象一个无摩西的出埃及记，结局会变做安怎？总结来讲，若毋是上主的旨意和成全，无任何人会当完成无可能的任务。伫上主面前，人用甚物款的眼光和态度来回应处境，是搁较重要的关键。咱人生旅途的启程，拢会经历真侪无容易的过程，尽管指向幸福的方向，但是路途中却有真侪的艰难、试炼，甚至失败。朋友之间的旅程，夫妻之间的旅程，家族的信仰旅程，教会的旅程，甚至国家存亡的奋斗之路，拢是安尼。有时阵，正确的决定无拄拄会当随时改变现况，但是时间扭转来看，结果一定袂互人后悔。就亲像以色列人出埃及共款，人生常常需要独自面对无同的决定。选择以后，就是磨练和成长的开始。咱一生拢是伫考验中磨练出对上主更较侪的认捌和信心，佮常常因为安尼经历到上主奇妙的恩典。人生必定会拄到十字路口，但是衷心祈愿上主的儿女拢有智慧和勇气，徛起来起行，进入上主所应允有百般恩福的人生新境界。上主的命令永远无模糊无明的地带，减少有容允人怀疑的空间。信从上主的人，面对伊的命令的时，看会得通做出正确的决定，是决定人生减会蒙福的重要关键。默想，当我面对家己的人生，是满足还是未满足？伫这一生中间，是毋是战战兢兢倚靠上帝，遵行伊的旨意行？当我面对家己的人生，是满足还是未满足？伫这一生中间，是毋是战战兢兢倚靠上帝，遵行伊的旨意行？咱来祈祷，至圣的上主，你按我所囥的旨意，偌尔恶切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互我会当明白顺服你的道。
互我的性命就算伫终末，也有喜乐。伫宁静安息的中间，怀有永恒的愿望，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